只要你3年成熟，你就当得到。有佛缘根基甲祖德，你就可以求到了。咱过前甚至大家拢会当得到，大家拢有当得到对啦。大家拢有权利啦，但是你有3年苦足无？敢有迄个度过来？有啦，嘛度过来。不过咱度过来，别人度会去也不一定啊，因为安怎讲，伊条咱无迄个因缘嘛。但是呢，要得到一定爱3年苦足，你才会当得到。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唯有假设真者以破案为求，因为教外别传，毋是当下所有的弟子拢会当传互伊。你甲想，五祖要传这个心法，美美相传的当下，伊一师传一道，伊较会无该伫遐传互伊，因为时运还袂够啊。咱过以前连种柑仔敢有着时？有啦好食较俗。所以讲呢，伫种柑仔来讲，柑仔若当咧出，无好食佫贵，种俗佫好食，为虾米？因为着时。咱即要得到，会当修行学道，会当了脱着生死，拄好传道呢，道普传是一机一运，一时风使一时阵尔啦。但是道要了传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讲起来呢，咱会当得到了这个顿悟法门，咱一定要好好学习。得到了后，毋通家己当安尼保守条例，安尼没有兼善天下不行。袂使进，因为咱袂当正果。所以讲呢，咱一定爱会当度人救人啦。那当然呢，会当得到这个顿悟法门，一份经义即是开悟。咱这个六祖，伊是毋是得闻了着这个啥？得闻了着这个《金刚经》。人摕咧上《金刚经》嘛，伊一闻经义即是开悟嘛，即是开悟。那当然，你会当得到这个顿悟法门，尤其是在过去都是先修护的迄个时阵，顿悟法门。当你得到了后呢，听到了后，你有法度人一闻经义即是开悟，也就是甲咱讲，非亲将浅，非亲将浅。那么呢，非亲将浅来讲起来呢，就是伫这个所在，这个也就是讲，这个非亲将浅，就是讲伊的障碍较少。所以咱头拄咧讲呢，要得到毋是大家会当得到的。我想讲伫台湾呢，搁伫泰国嘛相像。有当时讲过来咧求道，因名呢写伫即个用品标本，写好，讲要请伊去活动，伊开始艰苦啊，开始艰苦，伊也站袂牢啊。要安怎？现咧艰苦啊，要安怎求道？无可能，你着爱互伊转去，结果你来到楼骹尔好啊。要安怎讲？咱无想讲咧，咱咧去倒有可能咱咧因报书无你来，有道人是足好，来拜托，你着来啊，足简单诶。但是有个人咧得道毋是遐简单诶，有当时你安尼因报书安尼苦口婆心有嘴讲甲无烂，安尼物件会使讲看手看过来家嘛无一定会求道啦。安尼甲想，为虾米平人是安尼？当然啦，伫无形的一边，咱看伊袂着，但是伫大经内底，则就甲咱讲啊，你有法度人得到顿悟法门，就是你非亲将浅，将浅就是讲你无形的大德障碍较少，嘛可能就无，嘛可能就无啊。所以讲无来求道呢，当然伫无形
内底呢，伊有伊的过去业力将来无要互伊得到的。所以伫这个所在呢，咱会当去了解，咱今日会当得到，佫会当修行学道，佫会当大家共同来学习。其实讲呢，咱就是非亲将切，咱咧修行较无将来啦，敢是安尼？无遮济人得到道，为虾米伊无爱来听道理？毋是话拢无去颠倒呢，话嘛是有颠倒呢。但是呢，你求着道颠倒，甲即仔会使讲颠倒，足久颠倒拢袂来，嘛是有啦，毋是讲无啦所以讲呢，为虾米人呢？其实咱甲看无啥，但是伊的障碍，伫无形的内底借着种种的障碍，就是无要互伊求道，就是互伊求着道，无法度通进道。所以咱会当来，咱一定爱感恩啦，咱一定爱感恩啦，咱毋想讲无啥人咧颠倒讲要来用啥，我就来尔。咱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咱一定要肯定家己。我有即种的福报，今仔会当得到，咱一定爱比人去较认真、较拍拼，咱一定爱去较精进。所以讲呢，咱一定爱非常的感恩那当然呢，伊非亲将欠，也就是讲伊过去世，呢，伊有即个修习善法。即使是过去你无得到道，因为道三朝普渡，道呢，伊普渡的机会就足少嘛。所以讲呢，较早要得到道来修行的困难，会使讲空前绝后，干即届较有尔。所以伫过去，咱就已经有修行过啊。所以讲地心讲大仙，毋是甲咱讲嘛，你会当得道是你修三世啊。你会当来听法会是你修五世的福报，你才会当来，会当来参加法会。那你会当注意即个活动，就是你修有七世啊。如果你来当参考嘛，证明你就是修有10世。所累积出来的功果呢，你才有法度通达到参考。所以讲，这有因缘的，这有程序，这毋是有程序。这个是有改善的，改善是看到咱每一个人过去世所造就的，来论定你即世人伫修行学道，的这个过程是毋是无障碍，是毋是有法度人步步高升？那当然呢，这就是咱伫过去修行的过程呢，其实都会有关系的。所以讲呢，咱伫即世人会当得到经常的活动，咱一定爱快马加鞭。会当精进，咱一定爱精进；会当修持，一定爱修持；会当建功立业，咱一定爱建功立业。稍纵即逝啊！修行毋通用侥幸着心，感觉讲我当无机会。我还来遮来做来担我定时的咧参考定时的角来。我要来学啥话不要紧。佮加两担，无我去趁较济钱的，较来学。哪想讲家己咧拍算安尼毋知讲咱人的生命咱的长短我们没办法去上天，但是咱人生命的宽度以及深度，咱人我都掌握。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好好掌握，爱好好掌握。那再来呢，也就是讲这个讲法，这个讲法呢，就是将单非浅，将单非浅，因为我当一个顿悟法门嘛，像咱真简单啊。你讲要道伊来求道，有当时啊无法度求道。你讲道伊来求着道了后，伊要定定当参与伫班厝学习无？嘛毋是遐济呢，咱若甲想进得道的人偌济，你敢知？但是要亲像咱安尼会当经常来学习的，你敢看？嘛无介济啦。那当然，而且来讲题呢，嘛就是将当非浅，将当非浅，也就是讲过去，现在呢，咱一定爱安怎呢？爱持戒布施，爱断恶修善，爱忏悔业障。了后，
即个业障除掉，才会当成功了着咱的智慧。这就是伊禅修啦，禅修的程序啦。顿法是当下你就可以体悟了。禅修就是讲你共款咧明白了着即个生死，要会当明心见性，唯有就是你爱照着持戒布施，那么断恶即个修善，即个忏悔业障，然后即个业障抵消了后呢，增强着咱的即个智慧。那较别来讲起就是讲，咱今仔日感受着道理了后呢，咱来不断来发觉着家己的缺点，就是头拄仔咧讲的关照。就是头拄仔咧讲的关照。来了解着家己的缺点，不断来改进，不断来改进呢。咱毋通想讲都修行10天，搁拢相像，脾气毛病拢安尼就不行安尼就毋好安尼10天就拢讲较歹听的就拢浪费。所以讲呢，咱不断发觉着家己的缺点呢，咱一定爱改进。那么伫即个缺点来讲起来，无离开咱的行为言语啦。所以讲呢，15条佛规甲咱讲爱谨言慎行。伊安怎讲呢？咱想讲有当遮讲一句话无啥，你敢会考倒倒去？敢会？会会考倒倒去所以讲呢，无足注意呢，嘛袂使去。因为安怎讲呢？因为咱考倒倒去，伊无来修行，咱来去共担呢。6个9年7组要找啥？因为看啥甲考着个尔。所以讲呢，修道袂当意气用事。先安怎讲就安怎讲，安怎做就安怎做。咱毋通无去考虑着伊的前因后果。真正这是仙讲毋是互我正伫遮咧讲你考倒一个道亲，歹势，伊的业障啥物负责？看啥人考倒，你就是爱去甲他，毋是伊一个尔，他着求贤起主，可能会去找着你。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做注意，咱一定爱做注意。老师讲的，咧修行学道，伊无放弃任何一个道理啦。所以讲伫同修大德的当中内底，当然呢，咱大家咧这斗阵，有当时呢，无谨言慎行，真的不行。安尼呢，咱以后要成就呢会有困难，因为你断人的慧命嘛。你莫是讲安尼安尼人的根基歹呢，毋是人的根基歹，是因为咱咧修行的当中呢，咱无真正足注意伫即个严格去。当然这毋是讲咱挑剔啦，有当时啊是会无小心的啦。差不多拢是无小心人讲人讲讲者无心，你听者有意话着讲的。其实毋是咧讲但是要当做对号入座安尼安尼毋知讲爱注意啦毋是刁你的当然嘛是爱注意那当然呢，对有了解即个思想呢爱改进。所以讲呢，咱